南文化咧可以話係博大精深，而且電影嘅題材咧仲好廣泛添。我知，就係葉問師傅嘅題材就拍咗多集啦。誒，應該咪葉師傅咯？葉師傅，你好啊！葉問由嶺南武術大師葉問師傅所發展出嚟嘅電影已經拍咗好幾集啦，可以話係接黃飛鴻系列之後另一個成功嘅例子。佛山南海獅山鎮係一代詠春拳宗師葉問嘅故鄉，呢個紀念館係仿照葉問桑園大宅建成，風格中西合璧，設有歷代先賢堂、師園堂、名人堂、練拳場等等。哇！你打得幾好喎，真係。失敬，其實我呢啲三腳貓功夫嚟咋，但我知道你拍好多動作片，身手好了得㗎喎。OK 啊，不如過幾招俾我。好啊，試下。哇！啊，好你冇事啊嘛？冇事 ，Ankie。誒，我考下你啊，你對於內地影城有咩印象咧？有浙江橫店影視城咯。橫店你都識，好嘢喎！橫店影視城位於浙江省金華市東陽市橫店鎮，係中國規模最大嘅影視體驗度假區，亦都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嘅影視拍攝基地，被美國好萊塢雜誌稱為中國好萊塢。入邊擁有超過100座攝影棚，超過2000個影視拍攝場地。仲有呢？上海有車墩，咦，真係考你唔到喎！上海影視樂園又稱為車墩影視基地，係位於上海市松江區車墩鎮，係以民國時期文化為背景嘅仿古建築群。嗱，香港以前咧都有宋城、堅城片場、邵氏後山，不過香港咧你知啦，寸金尺土，而且背景高樓大廈又多喎。反而嚟到大灣區嘅內地就唔同啦，呢度有好幾個拍攝基地，好似我哋今日呢一度就係其中一個啦。我知道呢度就係南海影視城啦。南海影視城係國家4A 級旅遊景區，作為佛山首批影視產業園同影視取景點，自1997年嚟迎接咗超過500個劇組，奠定咗深厚嘅影視文化基礎。呢度集影視拍攝、休閒旅遊、戶外拓展及婚紗攝影、品牌展示於一體。嗱，除咗有南海影視城之外咧，其實仲有西潮汕國藝影視城。西潮汕國藝影視城係一個集影視、旅遊、休閒於一體嘅大型綜合項目，坐落於西潮汕山腳，涵蓋項目有黃大仙寺、九龍城寨，有好多合拍片都喺呢度取景㗎。仲有多功能攝影棚、婚紗攝影基地等等。仲有中山影視城咧。咦，睇嚟你真係做足功課啊嚇！中山影視城係中國10大影視基地之一，係集旅遊觀光、愛國主義教育同影視拍攝等功能於一體嘅大型綜合性旅遊區，係由中國景區、日本景區、英國景區、美國景區同展覽館區5大景觀組成，係以孫中山先生嘅革命足跡，濃縮咗佢喺中國同世界各地從事革命活動嘅紀念地而建造嘅建築群。嗱，所以咧嚟到大灣區內地呢一度咧，呢一度嘅外景景區拍攝資源係非常之豐富嘅。咁所以喺呢度可以拍到好多古仔咯。喺我哋大灣區影視作品入邊咧，有一個電視劇《外來媳婦本地郎》，做咗超過4000集，仲要勁到咧拎埋呢一個世界健力士紀錄大全。個女主角威啦，由頭帶到落尾，佢就係虎艷芬小姐。虎姐你好啊！啊，多謝，即係唔好咁講啦。其實咧，呢個健力士咧，只不過係對我哋工作一個記錄在案、記錄史冊咁呢樣嘢，即係肯定咗我哋呢啲工匠精神，做咗咁多集，得到咗乃至全世界嘅認可係嘛？外來媳婦本地郎咧，都唔係淨係電視劇咁簡單，係曾經拍過電影嘅喎。係冇錯。呢一套2004年嘅賀歲喜劇，唔單止係粵港嘅合拍片，簡直係大灣區電影嘅先驅啊！你啊，快啲放我死走啊！我今日打到變韓國泡菜啊！係啊，咁你對大灣區電影有咩期望咧？期望啊，梗係越嚟越好啦，又多啲互動啦，因為粵港好近啊。咁我哋真係好似鄰居一樣、親人一樣。咁啊，我哋嘅文化啊，我哋講嘅白話啊，大家都係會互通得到噶嘛。有個大灣區之後咧，嗰個交融應該更加之大先係。咁我就希望電影啊拍多啲咩廣州人喺香港啊，香港人喺廣州啊。而家好多香港人咧都嚟到廣州呢度生活啊、定居啊，喺度做生意啊都有。啊，而家多咗好多後生嘅呢一脱係嚟咗融入我哋廣州嘅呢啲生活㗎啦。今時今日咧，
有個地方出現喎，叫大灣區，你有11個城市，有8000萬人口，即係比我哋當年嘅400萬人口咧係多咗好多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咧嚟緊嘅粵語電影，因為正如我所講嘅11個地方咧都係講粵語嘅。咁如果要做好粵語嘅電影咧，呢個係一個相當好嘅市場嚟嘅，我哋一定咧係唔可以忽略嘅。大灣區咧喺而家嚟講咧，廣東話都係一個非常主流嘅一個語言啊嘛，係嘛？講廣東話同埋聽廣東話係嘛？本身我哋3個人都講緊粵語，我哋語係包括粵語歌，包括粵語對白。我哋大家都係中國人，係應該大家互相幫助。全球嘅華人都好中意睇我哋白話嘅電影、粵語電影。喺廣東入邊，所有影院咧排片嘅時候，我哋粵語一排上去咧，就好多人係選擇粵語電影嘅喎。我認為呢個就係灣區電影。聽過有人話喎，大灣區電影咧應該係以8400萬人口做目標去收回成本。咁啊，其他城市如果賺咗咧，就當係分紅咯。咁對於呢個講法，你有啲咩意見咧？又我個人好有信心，整個大灣區嘅電影唔係保本咁簡單，有利潤。譬如我哋有出汕頭話嘅電影，佢投資咗應該唔超過500萬，佢可以回報翻2000萬嘅收入。我哋拍電影係拍俾觀眾睇，係拍俾市場睇，唔係拍俾自己睇嘅。咁最主要，你嘅題材啱唔啱個市場，啱唔啱觀眾？即係個目標觀眾清晰咗咧，自然成功嘅機會都大咗啦。咁你覺得大灣區嘅市場需要乜嘢類型嘅電影咧？開心搞笑嘅，搞笑嘅喜劇嚟到大家笑眯眯嘅。所以咧喺大灣區咧，我覺得一定要多拍喜劇。如果我哋係要拍動作片，咁啊一定係冇問題嘅，因為動作片咧就冇乜文化差異，所以你去到中國每一個地方都得嘅。香港電影喺50、60年代咧就有一個傳統，就係當時咧會拍好多粵劇電影。嗱，去到70年代咧又有另外一套叫做《帝女花》，係由初鳳主演，吳宇森先生做導演嘅。嗱，不過自此之後咧，香港電影都基本上冇再出現過粵劇電影，好似完完全全消失咗咁樣啊！但係近年內地又出現翻呢一類型嘅作品喎。最近咧就有一套係由國家投資嘅粵劇電影，叫做《范蠡獻西施》。而今日我哋就同當中嘅女主角陳韻紅小姐一齊嚟傾下偈嘅。前輩你好啊，嗱，我想問咧，作為一個演員，你係點樣將舞台上面嘅粵劇呈現體現喺電影鏡頭底下咧？我哋戲劇演員咧，從細要訓練4功5法啦，唱做練打手眼身八步，佢比較規範，佢有套路嘅，一套一套好規範咁樣呈現喺舞台上邊，喺銀幕上邊咧就更加係接近生活，哪怕一個眼神。都係要心裏説話嘅嘢多啲，覺得喺人物嘅內心方面咧，就要下更大嘅功夫。咁拍電影嘅過程有咩體驗啊？初接觸呢個電影呢一門啦嚇，先至係了解多少，原來真係咁好玩嘅。比如好多話拍綠布啊咁，我初時都唔知係乜嘢嚟嘅喎。係啊，係等於我哋拍 green screen 咯，係 visual effects。我就覺得好神奇啦。嗱，有啲人就話咧，粵劇電影咧應該要拍多啲將呢個粵劇嘅劇目咧呈現喺電影上面。呢個做法背後有啲咩意義咧？我非常同意。除咗保留我哋經典嘅劇目之外咧，其實我哋好多戲裏邊咧都好有教育意義嘅。有愛國嘅教育意義啦，家庭倫理間嘅嘢啦，孝順啦等等，對下一代嘅教育影響好深嘅。所以咧，我就非常之支持㗎，要保留返我哋傳統經典嘅劇目。冇錯啊！另一出粵劇電影《南粵宮詞》係由廣州電視台出品，已經拍攝完成啦，而且更加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添。最近廣州亦都有影視扶持優惠政策出台，肯定好戲陸續有來啊！如果我哋嘅香港電影想有 future 咧，一定要向內地發展，一定要將我哋香港最好嘅題材、最好嘅手法拍啲嘢出嚟咧，大灣區啲觀眾咧都會中意，一定會中意睇嘅，所以呢絕對有 future。即係去翻我哋80年代，可以拍粵語片，拍我哋大灣區嗰種文化，大家都睇得明嘅電影。咁所以咧係一個
好好嘅機會。我知道你由細到大都喺外國長大生活啦，你對於大灣區今日嘅大灣區有啲咩睇法或者感受咧？我覺得呢度係好靚啦，同埋成個發展係發展得好好咯。咁其實你有幾多成血統係中國人咧？我真係一直想問。51%。咁 exactly 51%。係啊。點解咁 exactly 係51%？因為而家好興做嗰啲 DNA test 啦，咁佢就係真係 calculate 出嚟係幾多。有個 report gen 出嚟話你係51%。係啊，咁我哋有啲開心嘅，因為 Chinese 係 keep 得好啲嘅。外國人係點樣睇中國人嘅咧？出邊啲人咧就會覺得好 jealous 啲 Chinese， 因為佢哋咁肯做得好啲，就係因為好肯做嘢咯。大灣區電影啊，咁亦都係同你嘅工作行業係好有關係啦。咁有邊一位嘅嘉賓佢嘅 ideas 係特別印象深刻嘅咧？白明哥講咗啦，呢幾日就話用大灣區 as a target audience， 係啦，呢個係最重要啦，同埋可以拍到啲多啲 comedy 嘅嘢咯。係。哇！你真係收穫豐富喎，睇到咁多嘢。係啊，嗱，大灣區電影呢個話題咧，喺電影界係好值得繼續探討落去嘅。係啊，所以就要靠我哋電影工作者繼續努力啦。咦？係貝安琪 send 過嚟嘅喎。係喎，睇下先。哇！佢咗柏林影展啊！我而家嚟到柏林電影節，呢度好熱鬧，喺呢度見翻好多老朋友，仲識咗好多新朋友添。不過我依然掛住大灣區電影，我未諗過中國嘅變化原來可以咁大。我相信我喺大灣區都可以發展我嘅事業。我覺得喺大灣區演藝事業會有好多機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Belinda 羅卓飛。我哋第一季喺中美電影電視節攞到年度最佳紀錄片嘅好成績，我哋今次一定要再接再厲。少數民族篇以族裔嘅差異同融合為線索，一齊深入探討我哋中國56個民族攜手發展嘅現狀，呈現一幅民族多元、文化交織嘅社會圖景。非遺出海篇，我哋會透過喺大灣區揾到嘅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例如係英歌舞、開平碉樓，仲有長洲飄色，一齊睇下大灣區非遺項目跨洋出海嘅歷史蹤跡，以及佢所體現出嘅傳承同團結精神。運動員篇，我哋返到大灣區睇下中國體育事業嘅新發展，探討喺舉國體制之下點樣既科學又有效咁推動體育運動產業。我哋仲會見到好多出色運動員嘅培訓過程添。科技篇，透過對大灣區科技嘅加速發展、創科研發同埋自主投產嘅情況，我哋進行探討同埋親身感受，發掘大灣區科技嘅多元面向，一齊睇下點樣做到科技出海同埋國際化。